林业署宜兰分署最近办一个野生动物驱赶枪的训练课程，邀请山区的民众和动保人员做伙参加。这挂枪拢袂甲动物伤着，主要是要甲动物赶走尔。提醒的这个有准度，你做左边的，这别。提枪上准射击，这拢无杀伤力，内底是塑胶球，拍伫动物的身躯，敢感觉会痛，安尼才有法度甲赶走甲吓惊。完全不会嘛，了解就是了。动保人员学习枪的组装，毋望赶紧食材者工具。最近根据林业保育署的监测，显示咱国野生动物族群稳定成长，活动范围为山区走到平地，国家山区人为开发增加，人甲动物的关系愈来愈紧张。有。一寡高山啊，最近互人记录到走入去宜兰绿色博览会原住民美食区找食，工作人员只有摕扫帚甲赶走，凸显人甲动物离愈来愈远。基于农民的一个经济考量部分，它是有多种价格的选择，那全部取决农民对实际上在防范受害跟他的农作需求上是多一种选择。林业署宜兰分署买6支赶动物的枪，请山区的民众甲动保人员做伙训练实在工具，以无伤害动物的方式，协助山区的民众赶走动物，化解土地开发利用甲野生动物生存的冲突，提升人对动物的包容。记者综合报道。